90幾歲伯伯中風後行動不便，伯伯原來用緊嘅助聽器燒叫非常厲害。伯伯女兒約我們到來天后老人院外展，幫忙伯伯做聽力檢查及試用助聽器。替伯伯做聽力檢查，發現伯伯左右耳有耳膜穿孔及真菌感染。伯伯聽力檢查結果是左右耳重至極重度弱聽，給伯伯試用 Clip-on Hearing 助聽器，伯伯聽得清楚，沒有燒叫。伯伯馬上說這個助聽器 OK。由於這款助聽器使用非常簡單容易，伯伯女兒決定替伯伯購買這款 Clip-on Hearing 助聽器。祝願伯伯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可以在老人院舍跟其他人溝通，生活變得正常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